早安，早上好。哎，开始了吗？早上好。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脸书的直播。这个我要关掉这个。第3个礼拜，听得到吗？这个如何保护自己，或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防御，或是然后很多朋友说用藏文来分享，可是慢慢的我用藏文可以以后可以分享。我这一次上个礼拜教过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何运用我们在齿器的这个齿器如何齿器齿器有4个方法我们就弄就来界定是非常重要。所有这个换轮的一个核心就是齿器，能够了解这个如何齿器，就可以换人的这个在动作方面就很大的帮助。
甚至我们在运用在一个梦幻声还有等等这些的所有的这个核心就是从瓷器，然后在当然其他比如说禅修等等其他，但是这一次主要是 focus 专注如何去建立这个我们的身体，如何去预防然后运用我们的这个持气，还有运用我们的气的这方面来去保护，然后因为我们24小时都需要呼吸在呼吸的过程里面可以外面的空气和里面的呼吸就是结合嘛。我们没有这个外面的空气就会不可能会生存，所以一定得跟呼吸的大自然接触。那么在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必须得在外面的整个一个世界，就是不是说世界，现在很多污染，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我们需要自己携带一个过滤，所以瓷器或是说运用怎么样去这个气的方法来可以运用如何去过滤外面的脏的空气，也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瓷器的方式，换人的方式来去排毒体内的这个脏空气，或是说代谢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卡切最近真的很好笑啊！这个自我大概6个月，留了这个猴子然后在上个礼拜去台湾的乡下，然后呢，刚好那个一个村，那个村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马上说上帝来了。然后最近在脸书直播的时候呢，我很多藏人朋友说有一点像伊斯兰教，然后当然这个大乘或是这个佛教呢，他说有点像达摩，所以这个胡子真的很有趣。所以最近大家可以早上喝这个姜，姜可以提升免疫，预防感冒，然后排毒。当然知道过午就不要喝姜，然后因为湿气很重，所以一些关节，很多人关节都会痛，所以喝这个姜很有用。然后，那我们从排左膝开始我们平常会说，男左女右，
然后我们一起1分钟的On啊 Home 的练习 ，OK。您如果可以盘坐的话，就盘坐，然后身体停止。好，1分钟的 On 啊 Home 的这个呼吸然后它可以我们的肺可以扩张肺的力量可以增加，然后也可以我们的精神上可以安静安静然后再来昨天上个礼拜讲过四个气的这个方式我刚学大的朋友四种方法。那么我就是吸，然后吞个口水，就是憋住。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左右的这个 muscle 这个
左右的这个神经把有一点压住，然后提肛，我肛节很大的方法就是出去，放出去。那么这个放出去的这个方法，其实大概偶尔不是常常，偶尔1次或2次。那么最后呢，我们都会躲出去。那么这个整个身体可以放松，然后也避免了一些过换气的一些过换，所以这4个一定很重要啊！早安，这4个真的很重要，所以这4个希望对于这个持气的朋友多注意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视讯。所以这个叫做4个我们就弄就来节点那么弄就来节点我们早晚就弄就来节点嘛，现在原定计划线的就是这4个不懂，那就很难有它的功效或是功德会能增长，所以这4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能够这个换轮有趣的 interesting 兴趣的人这4个先一定得打好，不管就是说做一个任何的它的这个 foundation， 它的这个基础是很重要，所以这4个就是它的基础。那么当你能够这4个打好之后呢，其实其他很多对我们就很方便尤其是换人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身体的 movement，其他因为这水域也是让我们可以，例如刚刚前面讲的换身破瓦其他等等，甚至我们能够这4个好好运用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动产，所以在日常生活都可以运用我们的气来可以禅修，所以这个禅修是非常的一种有一点就是强迫性的一个禅修这个内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气在哪里，我们的心都在哪里。意思就是说，甚至可能就是一些很多以前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教禅修的一些方法里面，其实是很多都是他们都会运用到我们的气，例如气吐出去憋住转住，气吸进来把这个气拼气很多人会说保拼气，这个保拼气来去运用禅修，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个有一点我们在平常所接受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教课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一种，例如说我们的心和气例如我们眼睛闭住好了眼睛闭住，当你在眼睛闭住的过程里面所有的念头都需要一种气，都需要一种动作，都需要一种方向。当你在憋气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它就缺了这个气，所以当它没有气的过程里面呢，烦恼是没有办法 active， 它没有活动，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当然这个
我在这里只能就是大概它的一个功效当然如果我们禅修有趣的人可以观察，也可以研究，就像说，当你在持气那持气的过程里面，当你可以看着我们的念头，而不是眼睛看是心里就是念头。其实念头它是一种方向比如说它是一种语言那这个语言呢，它是上就觉得就是上面左右就是好像觉得左右，所以它是一定得是一个动态的里面走来走去，所以当他走的这个形最主要就是气，当他把这个气憋住或者是转住的时候呢，其实他整个动作就有一点暂停的感觉。当然禅修有止跟观的一些这个次第，那么所以这个气对于我们的精神的这个境界或是修行的这个阶梯是非常的重要，也同时在换轮的这个方面也是很重要。那么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吸，然后憋，那么憋住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运用一种外面的氧气跟里面的氧气，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温日的交叉去运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或是肺里面那么它可以活动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那么气它有粗中细最细的气就是我们的心粗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动作也是一种气，再细一点就是我们的呼吸，呼吸再细一点就是我们的心。那么气的这个最细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代谢的身体的代谢或是细胞里面都需要气来去活动整个身体的代谢跟应该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可以预防氧化，也可以应该是说抗氧化它需要很大量的这个氧气。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忽略了尤其是因为环境的污染跟精神上的污染结合，就整个身体的一些容易衰老不够氧气等等等等。那么当我们在持气吃了然后这个气氧气能够运送到整个身体的细胞或是毛细孔等等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是非常的轻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持气呢，就是它主要目的也是一个就是如何禅修我们平常是当然大少阴的话就是我们这里面有时候会说方便跟解脱两个方面，所以这个动作方面是这个方便法门，那么精神的这个大少阴是解脱法门好像是这样翻译。所以它能够可以预防衰老预防一些生病等等这些然后可以保持很好的一个精神的状态，然后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轻每一个关节或者这些都很容易的很松应该说很放松的一个
状态。所以这4个气的这个内容很重要，所以重新的缩尾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首先就是吸，那么这个吸的过程呢，就是看你的肺的活量，肺的这个它能够扩张，当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太勉强。那因为我们身体就做上行、平行、下行，就是总共有5个气。那么这5个气呢，其实是从母亲的这个胎儿的到现在每天都在运用，所以有时候这5个变成是颠倒或者是这5个的功能退化这些等等的时候呢，其实身体都很多毛病都会出来，很多的这个预防的这个功能就会降低，所以它每一个我们在身体的动作跟这里面，其实它是属于就是说属于它的力量是在头点、喉咙、心间跟肚脐的这里面。那么平常就是因为这5个的功能来去代谢等等的一些功能，所以当我们在做了一个吸气完之后呢，一个吞口水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它会整个身体的这个muscle 它可以它可以沟通像一个沟通一样，所以这个上行气吞个口水的时候，其实是它已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经络它已经知道，所以但是知道在这个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它其实是每一个都有它的记忆，当你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它其实1次、2次、3次，它就会慢慢的知道这个记忆，所以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个上行气也是在这个人体里面都有这种它有记忆，所以我们吞口水的时候，这个记忆它就知道它会有一点缩尾，会压住那么我们的这个同时也是我们的念头也不会有一点就是好像不是在往上的那种概念，它是马上的降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它的这个核心就在这里。那么之后呢，就是我们排便的一样，就是左右的这个 muscle 稍微压住，那么提肛，这就是吃饱平气的方式。那么这就是一次性这就是一次性1次而已。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一定3个方法都有在当然吐也是其中一个，但是吐它有粗中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普通的就是吐出去。这是1次所以我们从刚开始呢，就是一是 on 后on 后的这个气的练习和这个保平气的气的练习有2种这是净化，或是说手吸，或是说你跟气沟通，你跟真正的身体沟通。那么当然瑜伽就是身心合一气心合一，就是合一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静坐、打坐等等这些的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你是walk with your body, walk with your 气，就是跟你的气工作，跟你的身体工作沟通那么今天就教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走行的时候如何持气那么这个走行的时候，就是在走路、搭巴士、搭飞机、煮饭等等的时候，当你这个4个气的这个方法能够建立起来之后呢，其实这个很容易它会让你的精神非常的稳定第一，你的体温一直会身体的体温维持或是升高因为对，感觉很容易会感觉天气热，但是你穿的少其实身体是冷或是寒就会有一种身体有一种缺了一种能量好了所以这是很好所以这里呢就是这个行走的或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持气的这个方法呢，首先就是刚刚讲的这4个很重要这4个你练熟了之后，其实是这个不难，但是现在听起来应该静坐打坐都是不是坐在椅子上或是在拜垫上面呢不动，就是才打坐嘛，并不是。其实静坐打坐其实是它是沟通你在走路的过程，或是煮饭，或是搭飞机、坐巴士等等的里面，其实是最好的。在同时能够可以运用这个持气的方式，是真的是很好，能够可以避免疲劳，避免预防很多的就像这一次的这些的病传染病等等。那么这个除了这4个的方法以外，就有一个关键就是我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吞口水的这个就是它的最核心。当你吞了口水之后呢，其实是上半身或是上的这个肺部或是上半身是放松的，所以你只运用在你的这个肚脐左右跟体杠，就是你下半身的这个肚脐方面的这个气是憋住的。所以我只记得有一个文章里面其实是说我们的肚脐的荷尔蒙能够维持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是一直的。当然如果能够了解关于这个着火方面，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知道这个的核心在哪里。但是我这边今天这一次不是教你怎么样去练着火，但是水域是一种达到一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温度维持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同时精神也跟身体结合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先跟一边做一边解释。所以我已经先做一个吞了口水，然后同时我在这个左右的这个muscle 这个压住，就像排便一样。同时我也会提杠一点点。好，我现在已经这个力量就是在这里，我已经做好了这个，我现在可以讲话这就是我们走路工作的时候，工作是有一点难，但是走路跟搭巴士当然如果你在刻意去慢慢练也可以，因为我现在我的手也是现在在动我也可以喝水，可是我这个没有放，我这个力量还没有放出去，所以我是维持所以这个
动作保持啊我同时讲话 ，OK。那如果是说当我们在飞机上或者是巴士上的话，那坐着的时候，那就更方便。那当然我们应该是怎么用呢？就是其实是那个时候是也可以微微的可以持气。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它是走路。那这个在书上或是以前的一些解释的方面的话，其实是当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其实是以前是人是这样走的，甚至有些是走得非常的快速，因为可能是他已经持续吃了一个阶段之后达到一个成果。同时就运用这样的一个走路，其实是不容易喘，也不容易，应该是说身体是第一就是身体是很轻，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持续是身体非常的轻，第二就是不容易喘，第三就是说你的走路可能是很快，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需要的是预防跟达到一个身体的温度不要再降，而是温度提升，可以预防很多的身体的这个衰老或者身体的这个一些氧化，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再做一次的释放，就是你就把吐出去，肚脐就是这边是硬硬的那如果假设坐着的话呢，你的mind， 你的心就放在肚脐这边，然后就这样坐着，这是非常好那在走路的过程里面，就是你可能在走路的时候呢，站着的时候吐出去。这一个方法应该这样可以学起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吐完之后也可以轻轻的，非常轻轻的然后非常轻轻的憋住，然后完全不要放掉这边的气 ，OK， 气也有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动作，当然动作就是气 ，OK， 所以当你有什么样的身体的动作就是气，比如说眼球在动也是气，嘴巴讲话舌头也是气。那么这个动作也是气，但是气就是外面的气，吸进来的气，跟身体某个所有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两个在理解的上面可能是分开。那从这里吸出去的气呢，不可能会直接跑到这边去，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动作动作也是气。所以你肺的训练和肚脐的训练是分开肺呢先做这个动作之后呢，肺是放松的状态，肚脐是工作的状态。那么那是走路的时候。那么第二个就是
两个结合的工作，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么也不是憋很久的状态，是让你可以再吸一次，然后憋住，憋多久看你，吐出去。这样的练，所以在经典也好，在练习的过程里面，最重要就是说，外面的氧气和里面的氧气结合，或者说外面吸出来的外面的空气和能量吸进来之后呢，放在我们的肺里面憋住，在憋住的过程里面，其实肺可以过滤，然后送到我们身体里面所以缺氧，或是说那种应该说容易抗氧化，应该这么说了，就是说身体能够没有 active 我们的细胞，让它可以活动，然后生存更久，或者是更有那种活力的这个方法。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大家再重复的解释一下，就是说一个是，然后在肚脐扩张起来，有一种紧紧的提肛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肺放松，吐出去，那是走路工作的方式。那么第二就是，当你在下一个就是下一个的阶段，或者应该说就是基础再加一点下一个力量，或者说进步一点，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也憋住，然后这边也是吞个口水之后也是憋住。那么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窍诀，但是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怎么样去半个保平气，这是保平气，半个保平气是走路的时候，在你大巴士等等刚刚讲的那一种的方式第二个这个是也是保平气但是呢它是放松的状态，不是憋很久的状态，所以你保留一点点吐出去，再回来憋住，吐出去，吸进来憋住。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需要外面的大量的这个气，然后放在肺里面过滤，然后吐出去的一点点是，它有一个比喻，就是经典里面就是我们倒水的时候呢，倒水倒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起那个泡泡水里面，所以把这个泡泡的东西把它倒掉，然后呢，剩下这个清澈的水是保留在肺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吐一点点是污染的不好的，就是一直吐，然后保留是干净的气的意思所以吐，然后吸进来，吞口水，憋住，憋10秒、
20秒，看看你可以憋多久吐出去。所以，当一个好了，简单讲，我们如果能够可以这个练得很好的话，我们搭一个电梯好了，正常可能就是不会超过1分钟吧，除非每一个电梯都有人家有出去的话，那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是从你1楼到6楼，不会超过一分钟，所以你可以在电梯里面都不用呼吸，你就或是当你在搭电梯的过程里面，你不休息，或是那种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吸出一些细菌也好不好的东西，所以当你在练了这个时候呢，你在搭电梯的时候，其实是你一需要吸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的轻的状态里面可以吸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当然鼻子它里面有那个能够可以过滤的这个功能，同时你也跟它结合，你的合作，所以你这个吸气，当然最近的这个电梯里面不能讲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搭电梯的过程里面，其实轻轻的，非常的轻轻的吸进来之后呢，你在肺里面憋住，吐一下，或是你在搭完电梯之后，用力的把它吐出去，这就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那么当然，如果先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怎么样去运用然后让它更有那种应该说熟悉习惯，那就可以运用。OK， 今天到这里，感谢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的话，多支持。然后我成立一个page然后这上面把现在的一些直播的东西我会连接在里面，但是我想以后在 page 这个社团吧，这上面想要直播，所以祝你们身体健康，